點樣先可以積陰德呢？最積陰德嘅6件善事，就算你經常齋做一件呢，都會功德無量嘅。怕記唔住嘅朋友呢，可以先點讚、關注、收藏，唔驚以後揾唔到。第一嘅話呢，孝敬父母。百善以孝為先，孝敬咧係你今生今世最大嘅福田，盡心盡力去照顧父母，唔好利用孝行去博取名聲。第二嘅話咧，暗中導師，默默咁樣咧去幫助有困難嘅人，譬如話係貧困嘅人啦、孤兒啊、孤寡老人呢啲弱勢嘅群體啦。第三嘅話咧，我哋要愛惜生命啦，一花一草、飛鳥走獸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去善待嘅，幫助嗰啲睇起身微弱嘅小生命。咁呢一份咧對生命嘅慈悲咧，會為你積累巨大嘅陰德嘅。第四嘅話咧，修橋鋪路嘅時候咧，捐善款、立功德碑，但係個碑上面咧，亦都唔好話留名。第五嘅話咧，隨手行小事，路上幫助一啲啦行動不便嘅人啊，為唔識路嘅人咧指下路啊，幫人攞啲重嘢啊等等，呢啲啦小善睇起身咧都係唔起眼嘅，但係可以溫暖到人哋，更加可以滋養自身。第六嘅話咧，不稱己善，無論自己做咗咩好事善事，自己得到咗啲乜嘢，有咩比人哋更優秀嘅地方，都唔好去晒，唔好去張揚，唔好去沾染人哋嘅惡念同埋妒忌。謹記陽德享世名，陰德添報之。我係楊雅智，福生無量天尊。